想買平車又想要買靚車，傻嘅，有咁多平車靚車俾你買咩？不過今日我就要介紹你哋兩部，而我自己覺得值得入手買嘅車。保證你一定平過市面上2萬。呢一部就係2022年嘅 NX250 Version L， 而響呢一部咧就係 RX350 Sport 2023年，亦都係確定你保證你平過市場2萬蚊。而家好多人都想知點解我曉平過市面上2萬蚊，肯定你哋有聽講句說話咯 ，cheap things no good, good things no cheap 啊！但係今日我就想俾你知，你呢句說話係錯嘅。啱，平嘢係未必好，但係好嘢未必係貴嘅。呢一部 NX250 mileage 只係26000，攬起呢架 RX350 mileage 只係23000。點解我做得咁平？因為兩架車都係雪拋車，要入手嘅趁快。其實雪拋車又有咩問題呢？好過買 R 車，好過買高 mileage 車，或者買舊年房車。雪拋車都係車啫，平2萬做咩買唔過啊？起碼下次蝕少2萬啊，兄弟！其實如果你想考慮買架平車，真係可以考慮下買雪拋車，唔好降低自己嘅要求去買高 mileage 車，去買 R 車，去買舊啲嘅年房嘅車，或者係低啲 spec 嘅車。其實講到尾，你哋都係想知價錢啫。呢一部2023年嘅 RX350 Sport 只需要賣你319千，仲唔夠平？不如買細價啲嘅咧。NX250 2022年 Version L 只需要賣你225千。有興趣嘅不妨 call 一 call 下我嚟。